大家好，我係 Cleone， 今日嚟講下乜嘢係熱射病。講起熱射病就要先講下乜嘢係中暑。中暑嘅英文直譯就係熱到病，係因為喺高溫中暴露過久，導致熱平衡或者水鹽代謝雜亂而引起嘅以中樞神經系統或者心血管障礙為主要表現嘅急性疾病。中暑裡面包含咗中暑先兆、輕症中暑、重症中暑，而重症中暑又可以細分為熱射病、熱痙攣、熱衰竭三種，或者出現混合型。換言之，熱射病就係嚴重嘅中暑，而熱射病嘅直接起因係由於產熱同埋受熱超過咗身體嘅散熱，體內嘅熱不斷咁儲蓄，體溫不斷升高，使下丘腦體溫調節中樞功能障礙，導致熱平衡失調同埋體溫升高，再而體溫調節機能喪失。熱射病產生高度意識障礙，體溫會升到40度或以上，唔明顯咁流汗同埋感到皮膚嘅乾燥。有咩預防方法呢？一定要保持充足嘅睡眠，工作同埋休息間取得適當嘅平衡，適當嘅補充水分，避免長時間喺太陽照射下。就算喺室內，亦都要保持通風良好。總之，覺得唔舒服嘅時候，就應該要多休息或者尋求身邊嘅人幫助。希望大家都身體無恙咁度過每一個炎夏啦，拜拜。